你有想过吗？有一种古老的诗，竟然可以用来卖咖啡，讲一个政治家的理想，甚至把整个社区的感觉都写出来，而且全部只需要短短28个字。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超有趣的台湾七言诗。好，我们先来看看这首用台语写的新年贺词，你一定不陌生吧？感觉很亲切，很温婉。但你可能不知道，这个看似简单的4句诗，它背后的故事可大了，是一个很精彩的文化传统的开端。这种诗的形式叫做香包歌，它可不是那种放在博物馆里的老东西哦，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传统，到今天大家还在用它来沟通、来创作。所以它最酷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超级接地气。这可以说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诗，用我们平常讲话的口气来聊生活里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你看，它的规则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4句话，每句话7个字，然后注意一下押韵跟声调就好。但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这个简单的框架反而给了大家无限的创作空间。像是有一位诗人叫庄文龙，他就用这个形式写了上万首诗，真的超惊人。光说不练没意思，我们直接走一趟，我带大家去宜兰的街头看看，你马上就能感受到这种诗的魅力。你会发现，哇，它根本无所不在。好，第一站，你看看这个一家牙医诊所，他们的招牌上竟然就用一首7言诗来打广告，推销现在最流行的隐形牙套，是不是超有梗的？看完牙医，我们再来看看吃的。这家80年的老店，他们的诗就更直接了。你看，肉干、肉松、胆干、鸭赏，直接把店里最有名的东西全部写进去。这就像一首会让人流口水的广告歌。这个例子我超喜欢的，它完全展现了这种诗有多生活化。一首帮咖啡店写的诗，很轻松的跟你说，来我们9号咖啡喝杯咖啡，还可以顺便泡个脚，让温泉鱼帮你去角质哦。你看，这就是诗跟日常生活完美的结合。所以你看，从看牙齿到吃点心，这些短短的诗句，根本就是这个社区的商业活动和在地文化最真实的声音嘛。那问题来了，这种诗到底要怎么写啊？感觉好像很简单，但其实这28个字的背后藏着很精巧的学问哦。写这种诗的秘诀，其实就在台语的声调里。简单来说，第一句和第3句的最后一个字要用仄声，你就把它想象成比较有力的、短一点的音，像一个顿点。然后第2句和第4句的最后一个字要用平声，也就是比较平、比较长的音，而且这2个字还要押韵，就是这种平仄的交错，让整首诗念起来有种特别好听的音乐感。好，我们刚刚看的都是吃的、喝的比较生活化的东西。那这么简单的形式，有办法讲一些更深奥、更复杂的观念吗？你可能会觉得卖肉松的诗跟人生哲学这差太远了吧？但答案是完全可以，而且还能做得超好。这就是香包哥最让人惊讶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杨曲明的作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看这个表格超惊人的，同样是7言4句的结构，它却用来勾勒出一整个宏大的世界观，从个人的品格修养讲到国家的民主素养，再到放眼全世界的国际视野。目标是什么？是为天地立心。这就厉害了，对吧？这完全展现了香包歌这种形式的弹性有多大。它的力量完全取决于你放进去的是什么样的讯息。一样是7言4句，可以卖肉松，也可以谈四海一家这么大的理想。所以聊到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了：为什么这个诗歌的传统在今天对我们来说还是这么重要？它代表的意义早就超过了押韵好不好听而已。其实它的使命是全方位的，从保存台语到凝聚社区，甚至还可以用来教育下一代。归根究底，每写一首香包歌，都像是在进行一次小小的文化保存行动。它很巧妙的把我们的过去跟未来连接在一起。最后，我想用这一首诗来做个总结。我觉得他把香胚歌的精神讲得太好了。台语芬芳好气味，
转化美丽躲台歌诗，巧妙运用鸡脑智，传唱千年告万年。哇，传唱千年告万年，这个期许真的很美。其实香包哥给我们一个很棒的提醒，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镇，甚至每一个社区，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声音和故事。回头想想看，在你生活的地方，在你家附近，是不是有很多故事正在等着有人用一种简单又有力的方式把它说出来呢？